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8月26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9篇21节到31节，以西结书20章18节到32节，启示录第3章第7节到13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忠心主仆。文化传统还有信仰传统，哪一个比较重要？经常在协助教会的兄姐处理告别礼拜的这个当中呢，会遇到一些问题。有时候连结婚的事情处理也会遇到。那就是说，在亲人的当中，有一些人是非基督徒的，他们会将一些文化传统甚至民间习俗都带进来。而这个当中有许多跟偶像崇拜是有关系的，也有许多是教会古老的文化传统，因为有人过分的坚持而失去了真正的礼拜的意义。比如说有新人的家长他可能在社会上或是在教会内，他是有头有脸的人，为了顾全人际关系呢，一场礼拜台上就安排了10几个人在那边排坐的场面结婚礼拜当中呢，献诗多到变成好像音乐会，不像礼拜了那告别礼拜的当中，有非基督徒的葬仪式来接手，那就更惨了完全不来协调的，将民间习俗私底下叫家属一定要做这个，一定要做那个。这样的事情在以色列人的记载里面也出现过。今天的经文以西结书20章18节到32节经文这样记载：我警告他们的青年说，不可守祖先所定的规律，不可遵守他们的习俗，不可拜偶像来玷污自己。我是上主你们的上帝，你们要服从我的法律诫命，遵守安息日做神圣的日子，做我们立约的记号，好提醒你们，我是上主你们的上帝。但是那一代的人也背叛了我，他们不遵行我的法律诫命。虽然遵行的人就能够存活，他们玷污了安息日。我本想在旷野向他们倒尽我的愤怒，把他们杀光，但是我没有这样做。我不愿我的圣名被毁谤，因为列国都看见我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。因此我在旷野再一次发誓，要把他们分散到全世界。我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不遵守我的法律和诫命，玷污了安息日，拜他们祖先拜过的偶像。后来我索性把不好的规律，不能给人生命的诫命交给他们，让他们用自己的祭物侮辱自己，也让他们自己献自己的长子做牲祭。这是要惩罚他们，使他们知道我是上主。所以必须的人要告诉以色列人，我至高的上主这样说：你们的祖先对我不忠，再一次的侮辱了我。我领他们到我应许给他们的土地，他们一看见大山和绿树，就在那里献祭了。他们所献的馨香的牲祭和奠酒激怒了我。我责问他们，你们去那些高处是什么？从此那一些地方就一直叫高处。所以你要转告以色列人，至高的上主这样说：你们为什么要犯祖先犯过的罪，拜他们拜过的偶像呢？即使今天你们仍然献他们所献的牲祭，把自己的儿子当成牲祭烧给他们所拜的偶像，而玷污自己。你们这些以色列人还敢来求问我的旨意？我至高的上主指着自己永恒的生命向你们发誓，不准你们求问。
你们定义随从列国，像外国人民一样拜木头、石头，这意念是绝对不能实现的。基督徒应当努力成为一个忠心的仆人，不但自己要谨守上帝所交代的诫命，更要教导基督徒好好的执行。因为如果不执行的人，他就是离开了真理的道路，就将会失去上帝的保守、看顾与赐福。启示录第3章第7节到13节，约翰对非拉铁非教会的基督徒劝勉这样说道：你要写信给非拉铁非教会的天使说，那位神圣的信使只掌着大卫的钥匙，开了门就没有人能够关，关了门就没有人能够开的这样说。我知道你所做的，我知道你只有一点能力，可是你遵守了我的话，也对我忠诚。我已经在你前面开了一扇门，是没有人能够开的、关上的。看吧，那些撒旦的党羽自称为犹太人，而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的那些辫子，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，让他们知道我爱你，因为你遵守了我的命令，忍耐到底，所以患难临到全世界，全人类受试探的时候，我要保守你。我就要来了，你要持守你所有的，不要让人夺去你胜利的华冠。那得胜的人，我要使他成为我上帝圣殿当中的柱子，他永远不再离开。我要在他的身上刻上我上帝的名和我上帝之城的名，就是那要从天上我上帝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。我又要在他身上刻上我的新名。圣灵向各教会所说的话，有耳朵的都听吧。我们基督徒必须要坚持，必须要忍耐到底，要能够胜过试炼，必要得到上帝的保守。诗篇109篇21节到31节。但是至高的上主啊，求你照你的应许帮助我，因着你的慈爱至善拯救我，因着我穷困贫苦，我内心伤痛至极，我像黄昏的残云逐渐消逝，像一条蝗虫被躲掉。我的膝盖因进食而酸软，我的身体消瘦衰弱，看见我的人都戏弄我，他们摇头讥笑我。上主我的上帝啊，求你帮助我，因为你有不变的爱，求你拯救我，让我的仇敌知道你就是救我的那一位。尽管他们咒诅我，你却要赐福给我。愿迫害我的人败退，而你的仆人欢乐。愿我的仇敌蒙羞，像穿外袍一样披戴羞辱。我要高声感谢上主，要在群众的聚会当中颂赞他，因为他为穷苦人伸冤，救他脱离定他死罪的人。恳求慈爱的主帮助我们在遇见苦难试探的时候能够坚持到底，能够忍耐到底，那使我们成为忠心的主仆，服侍上帝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